各位朋友，大家好，又到東涌一周樓市回顧時間啦。我係今日嘅主播黃柏雄啊，Martin，你哋好。雖然過去嘅週末咧，天色昏暗，又落住毛毛嘅大雨，但係無懼啊，買家繼續入市，一手二手繼續暢旺。睇翻本港嘅樓市嘅氣氛咧，繼續持續升溫。市場統計直至到5月17日。本月一手成交已經係1460宗，都唔夠5個月啫。一手累積嘅成交已突破1萬宗，升至係10100宗嘅，較舊年嘅同期早咗2個月達標。剛剛過去嘅週末，多個新盤都錄得唔錯嘅紀錄㗎，好似荃灣嘅迎駿土瓜灣嘅一木二期成為市場嘅焦點㗎。講翻新鴻基荃灣迎駿嘅銷情。5月16日第二張價單一出，121伙，火速沽清。第二輪呢兩輪嘅銷售總共賣出咗個單位超過係18億港元㗎。發展商即刻加快步伐，馬上推出第4號價單，涉及87伙，2房單位為主㗎。實用面積由361尺至到364尺為主，扣除翻1成半嘅折扣之後售價係由6348000至到7294000元㗎，折實均價係18613蚊，較上一張價單輕微調價高咗2.6% 嘅啫。嚟緊禮拜六就會發售㗎啦。跟住我哋又睇翻另一個焦點項目就係土瓜灣恆基地產嘅一木二期啦，反應都係唔錯。項目嘅第3輪推售50伙，市場沽出就38伙。經過呢幾次銷售之後累積賣出咗238伙，佔全個盤57%，套現咗17億港元。市場認為呢啲中小型嘅單位係落得承接。最主要嚟講係年青人上車帶動嗰個嘅成交活躍咗㗎。睇翻土地方面啦，土地總署公布東涌106A 臨海嘅地皮喺5月15日中午就截咗標，總共係有6個財團係入標㗎。呢一幅地其實就係今年首幅招標嘅住宅地。以入標嘅財團包括咗係有咩呢？包括新地、嘉華國際、中國海外、建豪地產以及信和置業夥拍嘅嘉里建設。呢個地皮佔個面積係15.23萬平方尺，最高嘅樓面可以見係53.32萬方尺嘅，預計就係可以起990伙㗎。市場估值大概係8億半至到16億港元，每尺樓面嘅地價大概係16000至到3000蚊港幣㗎。翻測量師係點樣去睇翻嘅後市啦？入標嘅反應都符合翻個預期嘅。由於地皮嘅東涌呢笪地皮係位處於新嘅市鎮擴展區，鄰近係2029年東涌東站加上臨海嘅位置，屬於具中長性嘅發展。極具一定嘅吸引力㗎，不過亦都受翻啲外圍不明朗因素影響，所以發展商喺出價方面都係比較審慎㗎。總括而言，一手就回暖反映買家有強烈嘅入市意欲㗎，但土地嗰個買賣方面發展商入市都係非常之謹慎㗎，所以東涌呢一笪嘅地皮成交最終係咩價錢將會影響到呢個土地嗰個嘅買賣嘅後市㗎。觀察翻發展商嘅信心嘅重要指標㗎。跟住我睇翻我哋東涌嘅情況啦。過去呢個星期係由5月11號至到5月17號都有雙位數字嘅成交總共有18宗咁多㗎。而禮拜六日雖然落着大雨天氣極度昏暗仍然都有5宗嘅成交㗎。至於呢18宗係點，我哋慢慢同你分析一下啦。影灣園係有7宗成交，東環有3宗，影柯紅2宗，海堤灣畔2宗，水南天岸1宗，星匯1宗，裕東苑2宗㗎。
先講翻我最喜愛嘅影灣園，始終係5000多伙啦。藍籌屋苑穿梭巴士來往呢個東涌港鐵站同影灣園，亦有自己嘅影灣匯商場，所以極具咧一般嘅家庭客歡迎㗎。無論租或自住都非常之好，加上佢嘅會所設施超過咗70至80項之多，所以係全東涌最多會所設施嘅屋苑㗎。先睇翻第一宗嘅成交，影灣園5座中層嘅 C 單位，496尺，2房1廁，成交咗525萬，尺價係10,585蚊嘅。呢個單位咧我有睇過，上到去單位咧係一對夫婦住開，其實係一手業主嚟㗎。呢個單位非常之乾淨，入到去我話俾你，只能夠講一塵不染啊。所以嚟講咧，買家見到啲單位之後嚟講咧，都好中意嘅。為何嚟講咧？只係有啲買家會擔心日後嗰個嘅交通嘅問題，就係關於嚟講一期始終嚟講咧係有少少偏遠現時嘅港鐵站，但喺2029年之後咧，佢都係最近呢個東涌東嘅地鐵站㗎。呢個舊業主係2001年買入嘅，只係179萬1千。帳面賺咗係345萬9千嘅。跟住到第二宗就係影灣園9座一個中層 B 單位，748尺3房套嘅2廁單位，成交咗755萬，尺價係10,094蚊嘅。舊業主係2020年以835萬購入，帳面蝕咗80萬嘅。跟住到影灣園10座一個高層嘅 G 單位，757尺。G 單位係望住遼闊嘅海景，永久嘅海景嚟㗎。成交咗806萬，尺價係10,647蚊㗎。原業主係2009年以360萬購入，帳面賺咗446萬。跟住到一個嘅2房單位，影灣園6座中層 F 室548尺，成交咗係565萬，尺價係10,310蚊嘅。原業主係2005年買入嘅243萬，帳面都賺咗322萬㗎。跟住我哋講翻又多一個大單位成交，就係影灣園15座一個嘅 A 單位912尺。呢個 A 單位可以叫做影灣園嘅巨無霸嚟講啦，廳大房大，亦都係望住永久嘅海景㗎。今次成交呢個單位係900萬啊！哇，真係超筍啊！尺價係9,868蚊啫。原業主2015年以790萬購入，帳面賺咗110萬。跟住嘅成交係影灣園9座高層 F 室，565尺，成交608萬，尺價10,761蚊嘅。原業主2020年以653萬購入，帳面蝕咗45萬嘅。跟住我哋首先恭喜我哋嘅同事啦。跟住呢個影灣園5座低層一個 E 單位，518尺。2房1廁，成交咗532萬，尺價係10,270蚊嘅。原業主咧係2025年以490萬購入。講多少少，呢個單位咧係我哋公司同事做嘅。基本上呢個客咧睇樓咧睇咗2至3個星期，最後尾啦，琴日即刻博取決定。恭喜晒我哋嘅同事㗎。跟住又睇翻東環啦。你睇翻呢個東環嚟講，先睇緊1房。東環咧其實新鴻基品牌啦，大概10年樓齡，亦都係穿梭巴士往來港鐵站啦、會所啦、設施同埋管理得非常之窩心㗎。今次東環2A 座一個高層嘅7室1房384尺咧，就係成交咗470萬，尺價係12,240蚊㗎。原業主2015年以431萬9千購入，帳面賺咗38萬1千㗎。呢個單位嚟講咧，最主要嚟講係點解會之前有啲1房咧成交大概接近500萬，而呢個470萬咧，因為呢個單位係望樓景同埋冇樓睇嘅。跟住咧，亦東環呢個成交係5A 座中高層5室468尺2房1廁，成交咗590萬，永久海景。尺價係12,607蚊㗎。原業主2016年以489萬6千購入，帳面賺咗100萬4千㗎。呢個單位都係我哋嘅同事做㗎，本身咧就睇樓啦，已經係3年之多㗎啦，所以咧睇樓起碼超過咧就幾十個單位以上。經過我哋同事嘅悉心Amanda 同佢睇樓解釋各方面嚟講最終於咧成交翻呢個單位啦。恭喜個買家，亦都恭喜 Amanda 啦。
跟住我哋又睇翻，亦都係我哋公司同事做嘅東環 2B 座8室461尺嘅高層兩房單位，成交價605萬，尺價13,124蚊嘅，原業主係2015年530萬3千購入嘅，咁賺咗係74萬7千嘅。呢個單位係我哋公司有同事做嘅，咁本身啲業主咧其實係租客嚟嘅，公者嚟嘅。當然啦，住喺呢個東涌東環住得好舒服啦。諗下覺得嚟講租唔係一個辦法，不如由租變買啦。於是乎嚟講就決定購入呢個單位。咁恭喜佢，亦都恭喜我哋嘅同事啦。跟住講翻映岸紅成交，映岸紅已經好耐冇成交啦。今次兩宗成交分別咧就係首先講翻映岸紅 A 座一個中層 E 室638尺。兩房一次嘅，咁成交咗768萬，尺價係12,038蚊嘅。原業主係2007年買入，以234萬4千，帳面賺咗533萬6千嘅，亦都係我哋同事 Amanda 做嘅。咁係外區客，咁睇咗2個星期，終於決定咗買咗呢層樓啦。咁另一個咧就係亦都係映岸紅 B 座高層嘅大單位 B 室883尺，咁3房圖加一個儲物室，成交咗1,100萬，尺價12,458蚊嘅。原業主2009年買入嘅，以427萬，帳面賺咗673萬嘅。呢個係一個極高層嘅單位，亦都好耐冇呢一隻883尺嘅高層單位走出市場啦。映岸係最近港鐵站，咁只要都會城商場出嚟轉右手邊啫，就即刻翻到屋企啦。跟住我哋睇翻海堤灣畔啦，呢個禮拜海堤灣畔咧都有成交嘅。先睇翻個海堤灣畔一座低層 H 單位，望住機場景嘅562尺嘅大兩房，成交咗693萬8千，尺價12,345蚊嘅。原業主係2011年買入嘅415萬，帳面賺咗278萬8千嘅。跟住第二個成交，海堤灣畔2座低層一個嘅 F 室508尺，成交咗580萬尺價係11,417蚊嘅。原業主2025年以533萬買入，賺咗47萬㗎。講呢個單位，其實喺上個月先租出嘅啫，咁係有機會係連租約賣㗎，因為冇樓睇㗎。就580萬呢個價錢係相當之唔錯㗎，喺今時呢個環境裏邊。跟住睇翻一個成交係水南天岸啦，就係2座高層一個 E 室548尺，兩房一次，成交咗750萬，尺價13,686蚊。原業主2011年以464萬購入，帳面賺咗286萬嘅。我睇過呢個單位夠高層，亦都望住內園好靚嘅翠綠嘅景色，亦一個向東南嘅坐向，所以變咗我相信買家係中意呢個原因所以購入咗㗎。最後一個成交第16宗就係星匯一座高層 E 室1,035尺，3房套加一個工人套廁嘅，成交咗1,160萬，尺價係11,208蚊。原業主2015年以995萬5,400購入嘅，帳面賺咗164萬4,600嘅。睇完1、2手嘅成交之後相信各位嘅朋友都清楚明確知道現時樓市嘅走向。所以如果大家對於東涌嘅樓或者出邊嘅1、2手樓宇有興趣嘅，可以嚟講打電話俾我哋同事，或者打電話俾我東涌物業 Martin 㗎。我哋係以親切和藹可親嘅態度去服務大家㗎。咁如果有咩幫手，即管俾個電話我哋。咁下週再同大家再見啦，多謝你嘅觀看，拜拜。